各位家長，大家好，我係吳校長。我想藉住今日嘅機會，同大家介紹下馬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新校舍嘅最新發展。小學部新校舍將於本年11月落成，我哋預計喺聖誕假期搬遷。喺2009年1月份，上下午班一共24班同學將會喺新校舍上課，並且喺2009年2月份下期開始嘅時候轉全日制學習。小學部新校舍位於深水埗海麗街11號，喺海麗街嘅旁邊，鄰近雲景台、星月居、御晴軒、碧海藍天、曼克頓山等嘅私人屋苑，旁為海麗邨巴士總站。喺美孚荔枝角港鐵站有小巴直到海麗邨，即使由南昌站行過去，都只需要8分鐘，交通好方便㗎。小學部新校舍開設咗24班，佔地7630平方米。校舍主要由4層高嘅教學大樓同禮堂大樓相連而成 L 字形排開，中間為庭院同活動空間。教學大樓係梯田式設計，外形好新穎，融入天然光同自然通風嘅環保概念。喺每一層盡頭都會有一個寬敞嘅平台，為老師、學生提供理想嘅戶外教學場地。大樓設有千禧多媒體課室24間、圖書館、飯堂、學生活動中心、電腦室、語言室、通識教育室、音樂室、視藝室、校園電視台、小聖堂等等，係學生啟迪心靈、進行學習嘅好地方。此外，仲有一個可以容納800多人嘅禮堂，係舉行週會同集體活動嘅地方。新校舍戶外活動空間寬敞，校園四周種植咗過百棵嘅喬木，近2000株嘅灌木，營造綠化園林環境之外，仲設有籃球場、小型足球場、一條長60米嘅全天候跑道等。此外，仲計劃於校園增建聖母像座台、小涼亭，喺禮堂大樓天台興建溫室同空中花園等等，為學生提供更多活動同休憩嘅地方，等佢哋享受愉快嘅校園生活。目前我哋將會為新校舍一啲設施進行招標，包括校園保安、禮堂同埋特別室嘅冷氣系統、午膳服務、校車服務、校園嘅廣播系統同埋家具等等。呢啲工作既繁瑣，所花嘅經費亦都相當巨大，因此新校舍籌募計劃現正展開，希望能夠籌集所需嘅經費，為我哋學生提供更理想嘅學習環境，接受更優質嘅學校教育。喺11月接收新校舍之後，我哋仲需要大家嘅幫忙，同我哋一齊為新校舍開校進行連串籌備工作。請各位家長密切留意本校網頁發放有關新校舍嘅最新消息，繼續鼎力支持學校嘅未來發展。多謝。